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28 AM 新闻，我是嘉豪。新闻一开始，做伙来看今日的新闻重点。韩国瑜的某囝李嘉芬因为婚姻龙蛇的代志引起争议，今日头摆出来解说龙蛇买卖代志。Uber Eats 的外送员不满外送平台甲奖励金减少，外送员伫网络发起卖接单，要来表达抗议。阿里山松林铁路的开发单位打算要开一个新的矿工，并2023年全线恢复通行。新闻一开始，咱头先来看高雄市长韩国瑜的某囝李嘉芬，伊今仔日透早的时阵头摆出面来说明伊伫婚姻龙蛇的争议。李嘉芬也表示讲，这间龙蛇是在20年前伊欠钱买，而且当初时法规是无限制。无亲像即卖法规要求农地爱农用，也表示讲，即间龙蛇已经转卖给别人，为着要顾着买主的权益，也向内政部要来提出诉愿。原来伊即个人甲买厝的人是有虾米款的关系呢？咱做伙来看。28号上午，高雄市长韩国瑜因某李嘉芬在两位律师陪同下，等来云林岛内召开龙蛇争议的说明会。李嘉芬表示，这个龙蛇是家己20年前买落来，当时农法条例和现有法令无同。龙蛇违建7月份爆发后，已经主动改善，目前龙蛇转手卖掉，但顾虑买方的权益，才向内政部提起诉愿。它还是有非常多存疑的部分，所以基于这个部分，那我觉得我就必须要交给法律去处理。那因为买受人，我也很诚实的告诉他，我房子有这些问题，所以他希望我能够在时效上帮他提起诉愿。李嘉芬表示，去年韩国瑜投入高雄市长选举后，因就已经无带龙蛇，当时有考虑要来买，但嘛新年因为这届龙蛇风波，虽然真唔甘，最后以价市价来转卖，并在这个月22号，权证已经完成登记。对此，文管府就表示，龙蛇问题受执行的当事人，有权利来进行诉愿。我们依法呢发出这个拆除通知。那这个部分，我们今天有看到记者会有产权移转的这个事实，所以呢，我们也会在今天重新发给这个正确的所有权人来发出这一份处分书。诉愿是他的权利，那他什么时候要补正完成？那重点是这个看云林县政府对于这个违建的认定跟处理，这个应该是回归到云林县政府。内政部表示，李嘉芬第一礼拜提起诉愿，但因为相关的文件检定阴影，已经发函请李嘉芬完成保证。各由文管府提出答辩书后，再来进行审议。对此，李嘉芬就讲，目前龙蛇已经转手卖出去，后续就等由司法认定来进行。继续为您报道。今仔日高雄市长韩国瑜表扬着特优及资深的里长，也讲要来向里长争取固定的薪水。不过有2位里长伫咧领奖的时阵，趁着机会提出抗议的纸，甲要罢免的连书书，爱韩国瑜来辞职专心选总统。韩国瑜也表示讲尊重个人的想法。不过前鸿海董事长郭台铭参选的意愿是拍破米啊知咧。国民党的中常会在今仔日通过新的规范，若准党员违反党纪参选，就会开除伊的党籍。表扬特优和资深里长，高雄市长韩国瑜伫台顶迎接得奖的里长，正夜进行礼的里长新秀玲向向拍回家，献出行前苦面所苦困甲中昼的字，考说韩国瑜。了后一名三川里长曾进芬伫讲内面下一张罢免连书书，爱韩国瑜签名罢免家己。要提醒他，就是说他要选总统，就专心把总统选好，那就直接辞高雄市长就好。韩国瑜保持风度完成颁奖，事后嘛表示尊重里长个人的意见，但是颁奖被干扰，韩国瑜淡薄有意见。这2位有意见的里长应该把它分开来。第一个，颁奖的时候领奖状；第二个，自己的意见在另外一个场合把它讲出来，这样会比较好一点。其实这个就是公跟私，有的时候把它分开了一下。不过韩国瑜致辞的时阵嘛是出力道，希望替里长争取固定薪水，得到大咖的捧声。只是韩国瑜拍拼争取选票，也讲前鸿海董事长郭台铭参选的态势愈来愈清楚。国民党中常会下晡通过党员行为规范，命令党员有期参选，就开除也是撤销党籍。谢谢，帮我们量一下，谢谢，不用谢谢。
矛盾期无继续说明，但是中常会一决议阁包括为期助选卖看进行处定权2档以下，上档会当撤销党籍。伫8月10日通过诽谤、侮辱党提名总统立委候选人，会随开除党籍。国民党敢若伫咧为韩国瑜轻度障碍，就连823炮战纪念活动迄天，过瓜王3人合体抢走焦点。国民党早起嘛宣布，九三军人节迄天，全台湾党部干部伫早起9点半举办向军人致敬的活动，抵抗郭台铭固守基本盘的意思真明显。记者综合报道。看到韩国瑜民调是直直落，郭台铭办公室在今仔日也表示讲，内部民调显示韩国瑜的民调是一直在落，甲郭台铭是无关系。也有媒体风声报道讲，郭台铭会甲宋楚瑜做一组，若准因来当选，会组一个联合内阁。郭办也回应讲，无排斥甲任何政党或者是个人来合作。亲民党也回应讲，会用开放的态度面对各界合作。郭文哲也认为讲，合作联盟会使考虑，最近会找时间去拜访宋楚瑜。前鸿海董事长郭台铭今是要参选2020，传出郭台铭要甲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来合作，替地选来加分，唔但会当吸收韩国瑜的选票，而且阁要做联合内阁。亲民党是回应讲无设限制，我们是不排斥跟任何政党或个人还有团体合作，只要大家是理念一致。如果说今天郭先生出来参选是萨嘎图的情况之下，其实这个郭先生吸走的并不是韩那边的票，反而是这个绿营那边的票。我们不排除跟任何政党或者是候选人来做合作，合作的前提，它必须要是中间选民核心价值来做一个共识。郭定也8月未来吸收韩国瑜的选票，啊，毋过认为最近内部民调，韩国瑜民调降低是一定的趋势，甲郭台铭敢有要参选无关系。郭宋合作较有可能，郭文哲讲会当考虑甲宋楚瑜来入去合作联盟的范围。啊，若是李家芬协会支持韩国瑜插政治，郭文哲也讲韩国瑜是请亚过头。选高雄市长还可以的，我倒觉得这也还好，只是后面那个就有点超过界限了嘛。所以你也认同这是走中吗？你看老王刚才是这样的，有时候老实讲，人家说得意忘形，这个要小心了。郭文哲强调讲，若是成立联合内阁，家己无想要参加的意思，甲市长4年的任期做了上好，而且嘛积极布局民众党的立委选举。啊，若是国民党中央委员连胜文用网甲喜洋洋甲火太人，硬讲郭文哲甲郭台铭、王金平合作是用无，颠倒是去互郭文哲扣死转去。这个我已经脱离那个看卡通的年纪已经很久了，现在年轻人还在看卡通吗？记者综合报道。在日前，美国维护台湾战机，中国解放军小连续3天伫台海举行着军事的演习。总统蔡英文今仔日也讲，针对着中国军演，拢有伫咧掌握，要呼吁着中国莫成做区域不安的来源。另外，也有风声讲台派要竞赖清德参选着民进党后一任的党主席。蔡英文也回应讲，对明年大选有信心，会拼出上好的成绩。中国解放军宣布，日开始小连续3天伫东海进行军演，虽然无透露演训内容，但是主兵是实际使用武器训练。这是中国第30天内第3届军演，嘛是美国批准庇护台湾 F-16V 战机了后头一届，真有恐吓的意思。各项的军演，包括这一次啊，我们都有全面的掌握了哈，所以我要请国人放心啊。那我们也希望，就是说中国作为区域的一份子啊，对区域的和平稳定啊，要做贡献者哈，不要做这个威胁或者是区域不安的一个来源。蔡总统呼吁中国莫变成区域不安的来源，国防部嘛强调海空动态拢有掌握。即马蔡英文并连任，副手人选也未出来，但是传出蔡赖配未成，都派挺前行政院长赖清德参选下一届党主席，代表党英台说落来有可能因为立委无过半来清洗。我们对明年的大选是有信心的啊，我们是会共同来努力啊，让明年打出最好的成绩。大选进入备战状态，但是民进党内部人事风声不断。有周刊报道，原民事务部主任詹志雄也是国民党员，佮讲过欢迎共产党来领导这个话，还当批评是立配安国，嘛和主席窦英台亲身出面澄清。他过去是国民党党员，现在是民进党党员，未来是共产党党员。我想这个逻辑太可怕了。我们曾经是国民党党员的民进党党员，何其之多，何罪之有？
抖音台阁点出家己的国民党党证，说明家己嘛捌是党员。即马欢迎各界人士加入民进党。另外，对于民进党整合的部分，时代力量主席徐英明认为是家己的兴趣处。抖音台是回应讲已经有咧安排，毋是一边兴趣处，是两边拢行。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咱来看香港反送中的情形。反送中的运动到今已经控制2个多月，在今日下晡有20多个行业代表连续发起讲9月初2、初3要来罢工行动，也呼吁各界将8月31列作最后的期限，要求香港政府回应5大诉求。若准无来回应，抗争的抗议会更较大。另外，伫日前也风声讲，国泰航空防施压，要甲支持反送中的员工示头路。香港职工会联名在今日也发起游行，要求企业要尊重言论自由，收回降示头路的决定。9293，全民罷工，全民罷工，香港人，退無可退，退無可退。像烏沙鎮黃色工地安全帽啊，還有掛喙罨，大家手牽手，包括醫療、銀行、物流等等20多個行業代表共同來發聲，宣告會喺9月初2、初3發起罷工嘅集會。目前已經有至少22個國家及地區，包括英、美、日、韓，對香港發出旅遊警示。今年8月份首10日嘅旅客人數更跌至近30%，有好多嘅同業因而被公司要求放。有旅行業者認為，香港嘅旅遊人所講因為警民衝突、等催淚彈等等嘅狀況有關係，呼籲各界甲8月31當作是最後嘅期限，要求政府回應民間5大訴求。若是無得到回應，有可能會考慮升級抗議嘅行動。若是國泰航空若就是去用壓迫，甲真濟捌聲援反送中嘅員工示頭路。即今日嘛發動集會，要求企業停止白色恐怖、撤回示頭路嘅決定，而且要保衛言論自由。中國民航局已淪為中共嘅政治工具，以政治干擾民航領域事業嘅專業判斷，好可恨嘅。國泰竟然助紂為虐，全面配合中共嘅政治審查，犧牲咗我哋員工作為政治獻媚。原本日日咧下晡1點包圍國泰城集會無得到核准，所以即天面閣一個申請愛丁堡廣場集會得到無反對的通知書，即日下晡4點舉行，要向國泰大股東泰國集團來交請願書。反送中嘅爭議到今已經2個月啊，還未平靜。團講香港政府考慮要採取緊急情況規例條例來控制局勢，特首林鄭月娥無正面來回應。若是香港政治秘書長黃之鋒認為，若是香港政府動用緊急法，香港就會拿像戒嚴咁款。其實佢咁樣做呢，只係會逼到呢有更加大嘅反彈。我哋驗證住呢個緊急法之後呢，其實將會面臨好大嘅經濟動盪。而嗰個經濟動盪拖累嘅唔只係香港人，更加拖累呢一個國際環球金融嘅經濟。黃之鋒嘛預測，唔若8月底大遊行，9月閣有罷工罷課嘅行動，會致使抗爭嘅局勢閣較無平靜。記者綜合報道。人認真打拼，就是為着要過三頓。在美食外送平台 Uber Eats 有外送員即批講，接單的獎勵金變少啊，因着愛更較拼勢去賺，才有舊早的薪水。也即寡外送人員佇網絡發起講，被切掉唔接單，用這款的行為來表達抗議，唔接單要來抵制。台北市勞動局佇咧拜五時陣，講要召這業者來開會，看安怎保護外送員因的權益。還未到中晝的食飯時間，已經會當看到真濟間送飯到厝的平台外送員出現佇街仔路的狀況。平台 App 最近競爭真激烈，其中 Uber Eats 有外送員之二，投票的獎勵制度減少，因必須要用更較濟時間來走單，所以有外送員號召，要佇2到11點到下晡2點要接單來抗議。上一個加成制度下的一單，假設會平均每單有70元至80不等，改成現在的狀況很可能跑完一單，平均大概40塊左右。它設計這個獎勵，它其實就是變相在鼓勵你更多的時間丟在平台。要跑23趟，像現在大概只有800多，本來是1000多塊丟出來的獎勵，但是不見得每個人都有辦法完成他所上面的趟數，因為你要很認真跑，然後你還要看系統給不給你單。
台北外送员指出，这礼拜上新的高日达票奖励，拜六礼拜高峰时段完成23组850块，按过伫过去的机制差不多1200块。Uber Eats 表示，奖励机制无算减少，因为即马嘛有提悬奖金的部分，按过外送人员认为，即马工作的愈来愈多，要达票真恶。 200-300块的差距是差蛮多，而且现在一旦天气好，花司机一大堆，就更难去达到那一个顶标的集聚。上班到厝北台外送人员常常发生车祸。去年10月份，新北市发生某一个北台外送员伫送餐的过程当中出车祸来死去。不过业者强调讲，双方不是头家辛劳的关系，签的是承担客局。新北市劳工局已经介入调解劳资纠纷。他不愿意用劳基法的这样的一个职灾补偿来做补偿，可是他愿意做一些补偿啊，大概有130几万。 嘛，因为安尼，台北市劳动局会伫拜五邀请业者来开会，要讨论安怎保护送饭人员。外送的时阵应该爱有的保护，还佫有权益。记者综合报道。真侪旅客来到台湾，拢一定爱到阿里山。不过阿里山松林铁路的状况有影是真歹。目前敢若剩12路站到滨车那站之间的42号磅坑爱修理，就算会当全面来通车路，不过恢复是有影真困难。 开发单位也打算讲要另外开一个磅坑，也在今仔日环保署的环评大会审查也已经通过了。阿里山松林铁路希望在2023年的时阵，就当全线恢复通行。阿里山森林铁路在10年前800风灾受损严重，真无简单。2015年全线复建完成。 预定要在当年年底通车，却是拄到道观风台来乱，12路到平镇那中间的42号磅坑放弃。开发单位想要全线复开，计划另外开一条新磅坑。礼拜下晡伫环保署环评大会来进行审查。目前需要环评的路段，主要是在十字路到平镇那中间这一个大约50几公尺的路段的部分。那我们这个隧道啊，基本上大约整个总长度会在1000公尺左右。一个案子啊，是国家的一个前瞻基础建设，所以我们当然就是期待能够尽快的来恢复。身为开发单位的主管机关，农委会副主委黄金城亲身到现场，向环评委员表达阿里山森林铁路全线复开的重要性。因为新磅坑工程有加采取炸山的工法，环评委员烦恼讲，附近已经有3个所在放弃，施工是不是会有危险？而挖出来这土石到底是要放伫倒位去？现地的现况有3块比较容易坍方的地方，完工营运的方式。 会不会再有很多崩塌的问题？我们现在的新建42号隧道是往里面推了大概100公尺。那我们根据下游的这个比较安定的边坡呢，还有它的这个现场的节理走向的方面来看呢，我们预估未来可能会达到一个安定的一个坡度，大概是一个50度左右的一个边坡的一个角度哦。最后环评大会审查决议通过，不过另外要求，伫平镇那永久土石坑的所在，必须做好边坡安全这3个条件。而阿里山森林铁路线来个进行修复工程的水土保持评估，完成了后将发包，预计2022年年底完工，2023年恢复全线通车。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 目碰过古境文物的北高古境文物珍藏山洞，因为前日阵落大雨，出来积水，也发生着囡仔跌落去的问题，也引起大家来思量安全性的问题。地主也因为安尼，就甲伊囤起来。不过北高山洞也已经是历史建筑，有文主的身份，这个地主也因为违反着文主法规，可能会犯法。 这片空地和杂草为条例，中央阁有黄土，看起来是规片光莹莹。这是北高故宫文物典藏山洞的现址。当地居民讲，前3仔超大水后，水应该共要一个人遐悬，搁要发生囡仔跌落去的意外。被人家救起来了，人家就在质问说这个，到底是你们地主要负责，还是文化局还是文族处要负责？ 地主讲有影真无奈，若到落雨就严重积水，烦恼讲发生意外，才会找过手甲吞平，想要告煞引发触犯文资法的疑虑。伫雾峰的北高故宫文物典藏山洞，早伫咧民国39年故宫迁台了后，政府将文物安搭伫咧遮有15年遐久。民国54年故宫迁北，旧址地动了后，经过拍卖，土地变成私人的，资本认为会当开发做文化园区，但是到即阵嘛是袂当。 我们只把它恢复原状，它原本也是从土堆里面挖出来，
我们是用它原本就有的土堆，再把它填平回去而已。它能够帮忙我们把这个文资身份给废除掉，然后能够让我们就回归，让我们自己能够有自己的主控权，我们可以自由使用。要不然，如果政府觉得这个非常重要，那政府能不能买回去？地主顾问到即阵嘛是看无开发的脚步，要求文资处改读文资身份，若无特别办理解雇。但是文资处表示，北高山洞有文资的身份，地主的作为已经违法。他在登录的时候，他的现状就是山洞口已经是打开的，所以他现在把它埋起来的话，其实就是已经遮蔽到当初登录时候的状态了。文资处表示，地主进行任何动作，都必须要通报，再搁请文资委员审议，不排除裁罚30至200万。记者综合报道。伫台中代理热心理活动中心，伊的2楼是一间妈祖庙，最近被检举讲占用公家的土地，公所顶日唔来要求庙爱刷位，并且搁爱负担100多万的补偿金。当地居民讲到，30多天进前竟然倾钱要起庙，是因为经费不够，才请公所来烧天。产权唔只是写做是公所，到呾却变作是庙方侵占公产。顺楼梯爬起来活动中心的2楼，面顶这座妈祖庙，就是台中大理区热心里的信用中心。不过，即马所传出，丰泰30外里的妈祖庙所涉嫌侵占私有财产，后地方的人士无法度接受。百姓来捐钱，要来起庙，结果武甲即马市府来咧甲咱讨钱吼，里面无法度接受。当地民众讲，1988年的时阵，乡民代表甲地方人士要来起妈祖庙，透过募款买地，有500外的当地民众捐款买地，不过经费也是不够，希望公单位来补助。了后，公所出资300多万，经过协调，甲1楼起做活动中心，2楼则个起庙，产权必须要留予公所。不过因为迄当阵无白纸写黑字的证明，敢若用嘴来讲印，即马伫公部门的定义，这座妈祖庙，就因为安尼无立案登记。这人当初时哪有可能讲管来要？无条件来互恁公所起活动中心，绝对有一个代书，就讲要互楼顶起妈祖庙。当初时起妈祖庙，而且你起，你嘛拢了解啊，恁无可能唔知，为什么你们没有阻止呢？当地不满当初是官地，不过即马唔能叫用检举规划占用，该付100多万的使用补偿金，而且佮要求爱刷位。大家批评讲，这根本就是去食半庙公，虽然讲有召开协调会。不过因为无书面的证明，敢若有一地活动中心的笔，无法度提出文件。当年有安尼协议，公所表示，敢若会当依法来刑事办理。他没有办法提出所谓的我们是有条件的赠与的话，那事实上他就是所谓的违规的占用。那所以我们才会需要说，依照我们的自治条例，不动产被占用、私有财产被占用，我们要去追讨。公所表示，活动中心甲面顶的妈祖庙当初是拢是公所来起的，算是私有的财产。希望庙尽量会当找出合法使用的文件，让妈祖庙会当佮继续伫遮。若无公单位嘛是按照规定的程序来进行。记者综合报道。伫民国71年，新竹市对新竹县内来升格，不过是当初时产权是分袂清楚。伫厝即马新竹市内也有真侪新竹县的土地。最近新竹市希望透过都市计划做一个总经理，希望会当无条件得到这土地，成做公园绿地。内政部也做出了决议，且这2个县市先来协商，等到有共识时阵，再来睇下土委会来做审议。这片伫新竹市内的新疆段，看到的几片树林属于主题区，占地差不多0.9公顷，公告现价差不多3亿1000万。虽然伫新竹市产权拢是新竹县的，最近新竹市想要透过都市计划无偿摕到做公园使用，经过内政部都委会审议了后，决议请县市政府提出具体事业和财务计划了后，再个提回讨论。其实不只是县政府，其实我们也清查出来有包括国有土地的部分，其实我们在这一次变更案。都希望它把它变更成公园绿地。那未来由我们市政府取得管理权之后来新辟维护。针对市府所提出的看法，新竹县政府方面是认为，资本就属于县政府上亿的土地财产，要来当透过无偿摕到，这对县政府来讲真无公平。双方目前并无达成共识。其实新竹县有很多土地位在新竹市，希望也能够透过协商的部分、平台部分、县市上协调后，能够有更好的。县民跟福祉、市民的福祉，创造最大的利益。
新北县市政府在民国71年分家的时阵，因为产权划分了不够完善，所造成目前的情形。新北市内即马差不多有2188笔土地，面积差不多182公顷外，是属于新北县的财产。新北市政府的主张是毋是当伫咧县市大平台的架构之下，得到县政府的支持，恐惊不遐尼简单。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药因对着家豪来看福真。日本政府伫今仔日正式甲南韩对贸易白名单内面提掉，出口南韩的商品未阁有贸易优待。南韩除了召见日本大使，也表达抗议，也宣布讲未向 WTO 提起诉讼。而南韩首尔也出现抗议的人条，表示会甲日本货来抵制，未来报复日本。美国奥克拉荷马法院第26个时阵，针对着江村江村，也就是交生集团所生产的鸦片类止痛药，讲这款的药会造成民众食了会掉咧，甚至会来死亡，判因爱赔偿5亿7千多万的美金。也因为这个金额比原本所想的是更较低，交生的股票电土是起来，除了来交生，也有其他官司，业界大家拢伫咧紧看。奥克拉荷马州法院26头一摆对阿片类这类会食掉的处方止痛药提出重大判决，认定交生集团甲其他用心药厂进行诈欺性宣传，使用假性会食掉的这文字来误导医生开处方，过去20年造成超过6000人死亡，构成妨害公众健康，必须赔偿5亿7200万美金，折合大票大约180亿。资助一项帮助食掉类的患者防治计划，这金额比检察官要求的170亿美金是减少真多。迄天交生股价盘后反倒转起2%，其他生产鸦片类药物的药厂股价也回升。根据美国疾病管制局统计，对1999年到2017年中间，美国发生大约40万件药物过量致死案件，差不多拢甲鸦片类的药物有关系。到今年死亡率已经超过车祸，交生也是头一间因此受审的业者。这阵全美要来自济州、地方政府甲原住民部落，针对各大药厂甲经销商所提出的将近2000件相关的官司，这多数案件合并成做一案，10月会在俄亥俄州的法庭来开审，预计会为相关案件来奠定判例基础，总合计金额可能达到几百亿甚至上千亿的美金。Well, I think it's going to have a very large impact. It's going to pressure the industry to negotiate much more seriously towards a very broad and possibly global settlement. That's what's going on in Ohio. The industry thought they might win this case, and they were hoping they could negotiate against a victory in the Oklahoma case, but they've lost it. 美国广播公司 NBC 27报道，生产鸦片类止痛药奥斯康定的普渡制药，也有头家萨克利家族，正伫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进行和解协商，准备提出100亿到120亿赔偿金，折合大票大约是3700亿，希望一摆来解决公司面临的2000多件的官司。普渡制药5月才甲奥克拉荷马州讲好2亿7千万美金的和解案。记者综合报道。人讲人若无照天理，天就无照价子。在这2天，伫欧洲甲亚洲有真侪国家也传出了洪灾以及着水灾灾情。伫西班牙有一个砖头，伫当地27迄天也落笔角，毋但拍破玻璃，也造成街路规是淹水。伫日本的萨卡甲那加萨基也因为上大雨，日本气象厅也发布了大雨警报，目前确定有2个人的死亡，1个人来失踪。伫非洲的野生兽未当各项掠去卖各国的动物园咯，这也是日内瓦濒临绝种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也就是一个 CITES 一寡缔约国伫27日即天因举行着3年一摆会议做出来决定。专家也认为讲，这是对野生动物保育上界大胜利。会当看到这条相片内底，像防备伫中国的马戏团，也是动物园来进行表演。因伫非洲出事，说防未去真远的中国，啊，毋过未来像这种悲剧的命运，会当来改变。Majority of the parties to CITES decided that African elephants belong in Africa. Routine export of African elephants to the highest bidder or to a zoo in the United States or to the EU, so on and so forth. Those days are over. The parties decided that if you're a wild African elephant, the appropriate destination for you is wild Africa.
野生动物专家认为这是枪真大胜利，不过部分非洲国家认为是难通过，因因无法度透过枪来交易换取急用的现金。辛巴威甲波扎那是全世界有上侪枪的国家，数量超过2万只。2012年到2017年之间，辛巴威就出口100只枪仔件去中国，所以强烈反对这个法案。We are an injured party. Zimbabwe has 84,000 elephants. We have a carrying capacity of 54,000 elephants. So we have 30,000 more elephants than our ecology can sustain. And the effect of this is that we now have to carry that burden and we have to carry the cost. 国际保育组织认为，这唔仅是保育的问题，而且佮动物的福利有关系。濒临制定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的约定国，第3年一届的年会面顶提出限制内面活体枪的提案，落尾是主要买非洲枪国家之一的美国投反对票，买枪上侪中国弃权。专案以87票赞成、29票反对、25票弃权，确定通过。记者综合报道。去年台铁普悠玛火车发生并且意外，造成重大伤亡。第2批的停出名单也已经出来啦，佫增加11人，其中台铁司机尤振中其处罚是上届重，是一大个佫两小个。不过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之前也接到台铁基层员工甲代志逼出来，讲普悠玛维修保养拢无照无来。你们还有130多个到现在没有料嘛？你连料都没有，那你是要基层的同仁是要怎么去修火车？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一日到树林台铁吊车场，人也会坐来，一日就问台铁高层，普悠玛火车的维修零件原料是毋是有欠缺情况，这造成例行维修保养无确实。台铁回应，部分原料甲零件确实有欠缺情况，不过已经向原厂来订买，最近会陆续交汇。采购中呢，我们现在是已经绝标了有136项。对，现在采购中是会陆续到的。黄国昌讲，有台铁基层员工甲伊讲普悠玛电车的一边间的碳酸属有消耗材料，一定时间就要更换。ยัง个部分这个材料早就应该爱换，就是因为料件不足，继续沿用，恐惊引发行车安全的问题。他们就没有料嘛，但是又磨成那个样子，要怎么办？就把以前的摊用品拿出来，然后拿那个电戳在那边戳，戳圆了以后破了，还继续把它装上去。而台铁是回应，这是无影的代志，所有物件拢会定期来更换，并且在现场展示，强调拢会请专人来量测，破损的程度是未在安全标准单以下。造成重大伤亡的普悠玛火车，并且第2批的顶次名单公布，其中司机员由震中红旗一大个加2小个上当，市长的运务处长加重顶次改记2摆新界，只有调度员依然在司法调查中，无放列入行政顶次名单中。加上去年12月底公布的头一批顶次名单，总共有28人做到顶次。谁应该为这件事情，然后去接受刑法的那个处罚处责，这个才是对的。那至于你要罚谁，加重处分到什么程度，这个我们没有看法，也没有意见。普悠玛火车并且事件总共造成18人死亡，215人轻重伤。当时年岁上细汉的伤者7岁谢小弟因为脑部受伤严重，出血陷入昏迷，在宜兰当地病院救治了后，虽然昏迷指数对6分提悬到7分，也个细菌转到台北病院，经过4个月治疗了后，阵将有清醒了。记者综合报道。那坐火车安全真重要，伫车顶安全也不离又重要。在顶个月，有一个铁路警察李成汉伫火车顶为着要保护乘客，互拒绝补票姓郑查甫人压倒害死。经过家己地检署个外月调查，在今仔日用着杀人罪甲嫌犯起诉。一个过程关键的家属也表示讲尊重司法的判决。铁路警察李成汉顶个月初3，伫咧处理火车补票纠纷的时阵，叫姓郑查甫人压倒攻击来死亡。经过调出监视器进行搜索，还有传讯相关证人等等的相关证据了后，检方专案侦办终结，今仔日以杀人定罪起诉姓郑嫌犯。我们法律是保障执法人员安全最重要的利器了。我们的一些装备再精良还是要法律保障，那才能够遏制这个对于警察的这种伤害。
当初是希望讲司法会当终结即寡事件，加上是不愿意受访问，表示尊重司法。毋过嘛讲到起诉书内底写讲，细地查甫人有得到司法失调症，互因无法度接受。家己地检署表示，细地查甫人虽然有得到司法失调症，毋过100可能以后就无看医生的记录，佮加上问话时阵会当清楚来表达，所以无安排精神鉴定。案件即马移送去家己地方法院，辩护律师会当向法官来提出申请。那根据医院的一些报告哈，他这个部分也没有恶化的状况。那承判检察官讯问他的状况，然后发现他对答如流，那对整个犯案的情节记忆得相当的清楚。李承翰的妈妈嘛表示，受到家己囡仔拄到这款的代志，到今嘛是佫真艰苦，敢若希望政府唔通有这款的悲剧佫一届来发生。保证铁路警察由保安警察支援，采取一个保安一个警察的执勤方式，每一人分配险桥水，还有电击器甲电步盾牌等等的装备，而且嘛会加强警员警棍术的训练。记者综合报道。人讲一客无鱼，别客钓，安尼敢毋是真好呢？因为中国限制旅客来台湾，下半年可能会减少40名的中国旅客。交通部观光局当咧想办法救观光，包括着开放签证、提悬包机的补助，鼓励找新的航点，高铁优待4个方案，希望吸引国际观光客来台湾佚佗。无论是因空过有名冰店，也是闹热的西门町，部分平常假日拢受真侪观光客。为着因应中国暂停自由行加减少陆客团配额，交通部观光局推出扩大市场计划，建议开放签证、提悬包机奖助、鼓励新开辟航点，也有高铁优惠这4方案，吸引旅客。因为就是可以省很多钱啊，中部啊、南部啊，对啊，大家都会想来玩。既然又有优惠，然后我们可以来到这里旅行的话，会更好啊。这位观光局提出扩大市场计划4个方案，包括推动泰国、菲律宾、俄罗斯等国家试办免签期，调整为每2年到3年检讨一摆，也建议开放提证片护照的印尼国民观光免签证，鼓励日本、韩国、2、3线城市旅客包机来台湾旅游，包机奖助金调悬10%。飞行时速6点钟以上，而且停留时间6到5年的长程包机，依照人数每人奖助100到200块美金。鼓励航空公司新开辟航点，增加航班。国际旅客到台中以南的高铁站享有1摆同区间第2人高铁车票免费，兑换期到明年4月30。这优惠措施上紧会在10月内实施。吸引国际观光客来哈，我们已经也研究好方案，会正式对外宣布。那除了国内旅游或国际旅游以外，其实很重要的是把旅游的环境改善。出入都要有70%以上，那一个航线单靠入境旅客来支撑，新的航线支撑不起来的。研究业者认为，政府就算建议开放提证片护照的印尼观光客用免签证，不过以这阵印尼直飞航班运量不足情况下，成效恐惊有限。另外，虽然包机奖助金调悬10%，却是限制包机旅客至少要达到7成才有补助，恐惊是影响业者包机的意愿。记者综合报道。人讲家己报较袂臭粗，第54届电视金钟奖在今仔日公布入围名单，公司戏剧《咱家恶的故事》，你的囡仔毋是你的囡仔，入围14项的奖项，也表示对着优质戏剧肯定甲鼓励。第54届电视金钟奖已被公布入围名单，其中公司戏剧《我们与恶的距离》探讨随机杀人、媒体乱象、废死争议等社会议题，真受好评。这个入围包括戏剧节目奖，担当主角在内14个奖项，会当讲是上厉害的。我过不去，我过不去，我过不去。其实贾静雯头一届入围女主角都被看好摕到视后，不过男配角奖竞争真激烈，林哲熹将苏家失调的精神病患演得真好，和港剧演员温升豪、洪都拉斯做伙竞争男配角奖。1月入围3个男配角，那大家当然也是一个惊喜啊，惊奇，但是就是他们的确值得被大家看到他们的表演的好，包括多彩诗啊，或者是谢琼轩，或者是陈瑜，其实都在我们的热烈的讨论范围哈。那但是我想就像比如说一道菜有一个辣椒，其实很容易被凸显出来，但是你在细细品味的时候就会有不同的层次。
公司戏剧《你的囡仔不是你的囡仔》讲到亲子关系的冲突，和我们与恶的距离同款，拢是一位14个奖项。文化部影视局表示，今年对1995件参赛作品当中，选出191件入围，竞争39个奖项。其中公司有真侪家己制作的节目得到评审肯定。现在连主持综艺节目也要揪团。参像《义父白影》就入围役地和实景节目奖，佮再加上主持人奖。主持人吴珊如，佮和伊爸爸吴宗宪变成竞争对手，一定会变成一大焦点。记者会嘛先公布金钟奖头一个得奖名单，主唱艺人张小燕被颁终身成就奖。记者综合报道。伫罗西亚举办的国际技能竞赛，台湾队也有真好的成绩，在青年组摕到5金、5银、5铜，各有23个优胜，是排世界第4名。而且伫咧汽车喷砂一项，也是头摆摕到金牌，也互代表台湾的选手尤丁如讲，要单这面金牌已经单10档啊。我拿金牌，金牌是金牌哎！欢喜甲点出手里的金牌，来自北科大的杨定如，伫俄罗斯举办的国际技能比赛，摕到青年组汽车喷砂的金牌，这是有史以来头一面。欢喜甲话讲已经单10档了。我们记得分级第一次拿金牌，而且我们距离这面金牌已经等了10年了。我觉得凡事只要努力，一定都会成功。读技职也是可以闯出一片天的，希望大家可以往技职前进。谢谢台湾的各位未来的国手们，加油！我们等你们。汽车组表现了真好，摕到1金2银。杨定如嘛摕到国家最佳选手奖。另外，主唱技术以及做胖、平面设计、机电整合嘛摕到金牌。青年组成绩真好，总共摕到5金、5银、5铜，23优胜。伫咧全球63个参赛队伍当中排第4，大摆数和得奖数拢超过顶一届的成绩。青少年组嘛摕到4银1铜。要把事情做好。劳动部嘛伫咧6月修正技能比赛实施以奖励办法，提悬奖金。青年组金牌选手会当摕到120万奖金，银牌60万，铜牌40万，优胜10万，来鼓励学习的意愿。咱国代表团会伫29回国，刷倒来国会伫国庆典礼头一届参加英雄车队游行，互台湾技能英雄上大的肯定甲鼓励。记者综合报道。华裔球星林书豪伫 NBA 新赛季时阵耽误新合约，确定要去中国拍 CBA。林书豪接到中国媒体来访问时阵，也讲到 CBA 拍球只是时间的问题，也讲到不管伫倒一个联盟拍球，上大挑战也是伊家己。甲北京首钢体育总裁陈晓文来见面，正式签合约。华裔球星林书豪新的赛季要转战中国职业篮球 CBA。用外援的身份加盟北京首钢俱乐部。我一直知道，到最后我的路会回到中国。我一直5年、7年以前我已经知道了。早就知影家己会去 CBA 拍球，即摆的时间点是真好。谁会选择北京首钢，是因为拄打开始讲到球队的气氛，还有文化，拢感觉足顺的。林书豪接受央视体育专访时阵，佫讲，就算讲美国无特别尊重 CBA， 毋过伊感觉 CBA 水准有够，有甲 NBA 会当比拼的球员。不管是以前的 NBA 球员，你可以就去 CBA 得40分、50分，他们那么烂或者什么，可是我真的不觉得是这样子。我真的觉得是非常难。林书豪承认讲，无论伫美国拍甲偌好，听到的拢是对手伤肉卡即句话。伫 NBA 走跳9年换8队，啥物人拢袂当怪罪，干会当怪家己无甲球拍好。假使讲拿棒的时机若无受伤，无你卡已经变做家己想要做的球员。如果我可以给我自己一个 grade， 这个成绩，我觉得我可能给我自己一个 C， 因为我知道我还有很多空间。我还可以表现得比较好。一直以来上惊的，毋是失败，是无去追求家己的梦想。林书豪讲，上笑的时机已经过啊，即马是31岁，抵将27岁时阵的梦想。无论是转战 CBA 还是别个联盟，上大挑战永远拢是伊家己。记者综合报道。伫美国 LA 举办的第23届世界台语文化营，在今仔日是最后一天。伫闭幕典礼，总统蔡英文也特别录一段影片来致辞，讲到台语就是台湾文化的根，一定爱互少年人会晓讲，也愿意讲台语。台湾文化才有法度一代传过一代。
在美国洛杉矶举办的第23届世界台语文化营，在美国时间8月27日举行闭幕式。总统蔡英文嘛专工录影片致辞，希望台语文化未来出路会当愈来愈好。各位拢知影，语言是文化的基础，台湾话就是台湾文化的根，所以咱一定爱互少年人会晓讲，愿意讲台湾的文化，才有法度一代一代安尼传落去。听过个公共电视台、台语台嘛正式开台，会互咱的台语文化的推广更较顺利，也互咱的囡仔会当看电视学台语，母语若好，文化就会好。文化若好，国家就会兴旺。活动最后一天，针对台语甲媒体的关系进行讨论，做伙思考台语伫媒体的出路，也佫有台语甲媒体的关系甲发展。公司台语台召集人卢东熙除了介绍台语新闻的重要性，嘛强调其实各方面的议题拢会当用台语来表达。所以，阮现在目前台语新闻有4则新闻。有早起的新闻、中昼的新闻、下晡新闻、佮下暗新闻，用台语来讨论时，以前是讲啊，你敢会当做名嘴，敢会当讲华语？比如咱所有的迄个论坛节目，拢全讲华语。但是阮即摆论坛节目来讲台湾的新闻、事件、国际新闻，拢全用台语讲。活动最后，主办单位也发表一摆大会宣言，表示未来台语文运动要进入一个国际化的新阶段。同时，也正式宣布未来这个活动要为现在的世界台语文化营改名做世界台湾文化营，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平权的文化运动，延续语言嘛发展文化。记者吴家明、高宗仁，美国报道。人讲生赢加酒芳，生袂过是四体芳。伫较早以遥无发达的年代，生产袂输是鬼门关共款。伫台南大内有一位99岁阿嬷柯宝秀，这正是当地的接生婆者做产师。当地50-60岁以上居民拢是伊当在有着的。社区发展协会也为着伊发表一本新册，感谢伊的付出甲奉献。老妈面拢是撩痕，目睭微微在看绘本。伊是高龄已经99岁的柯宝秀女士，伊的职业是做产师，就是过去在讲的产婆。伫过去医疗无发达的年代，伊是台南大内地区唯一的做产师，是陪伴真侪在地妇女生囝时阵重要的角色。社区内底互伊接生过，年纪上大已经77岁。敢有记得讲你接生偌济人啊？是安那？唔知啊，唔知偌济人啊。唔知偌济人袂记啊？对啊。足济就对啊。早时代到这，含医生都无啥有啊，搁较有这医疗啊。嘿，好啦，真好，做啊真好，真当啊足气啊。伊迄个财就真有好势，囡仔大汉起来袂像人讲土大财，还是深拢袂足拄病食。因为交通建设进步，社区有新的人落尾拢去外地病院，也是诊所生囝。迄个时阵已经60岁的柯宝秀，得对做产师退休，算算的伫当地嘛服务要40年。为着感谢伊的付出甲奉献，大内宽和社区嘛替伊发一本因孙新妇替伊画的绘本，小解柯宝秀的生命故事。啊，伊的一寡事迹会当留咧，互后摆的人知影讲，地方有啥物款的人吼，捌做过啥物代志。留互迄个后代的子孙一个留念。退休了后的柯宝秀虽然坐轮椅，但是嘛真无闲。伊参加60学习中心的社区志工，90岁的时阵，慢慢得到台南市政府优良志工的表扬。大内图书馆未来嘛收藏6本绘本，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少来看，做伙了解生命做产师的故事。记者综合报道。有一群为交通大学毕业的学生，自3年前创立了文化银行。目标要保存甲记录传统艺术的故事，因希望用银行的概念，甲无形文化资产建起来。公司台语台青春咱的梦，伫礼拜3暗时10点，要出伫看伊的青春美梦。叫一师傅讲，啊无人要做啊，啊我无想要去做啊，无人要学，啊这物件就是会无去，就是会足明显的感受到遮的看法。啊，毋过若是伊真正注定会无去的话，至少咱即马阁会当看到的时阵，会当家己记录起来。除了记录，嘛兼落来传统艺术的故事，文化银行嘛结合当地少年人，推出真特别的导览行程。他们现在正在上柏油，那这个其实是9份的一个非常特殊的建筑之一，它叫做油毛毡。
今仔日我若是伫遮甲像伫学校内底甲大家讲高分的历史是安怎，大家感觉这件代志真无聊。但是若是会使透过寡较趣味的活动，大家就会使吸收到这个知识。在北个是地调查，加上拄好的包装，和文化商品会当展现出资本的内涵，更较容易互一般人接受。如果你即马是一个传统工艺的艺师，你会使把你的文化存进去文化银行内底。安尼，阮可能伫咧对接某一些活动的时阵，咱就会使把这个文化提取出来使用，甲伊变甲较趣味、较好了解。过去讲到文化保存，想的拢较简单，差不多拢是留落来传统建筑物办展览，无就是去博物馆，把文化当作标本。也毋过文化银行的少年人想要透过创意的包装，和文化甲一般人相牵连，加入日常生活。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气象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为26度到35度，中部地区为25度到33度，南部地区为26度到33度，东部地区为26度到34度。再来看外岛地区，为26度到34度。新闻的最后，带您来到荷兰看世界美术比赛，也感谢您陪伴嘉禾1小时。新闻到这要彩排，感谢您耐心的等待，并且明仔载同一时间一过来，大家再会。